繼續來關心，為着要減防即屆的天災，台北市的百貨公司呢，包括着台北101，也閣有新光三越等等，今仔日攏是暫停營業的。也毋過，其實根據這氣象署的資料，台北市今仔日呢是無到停班停課的標準。市長蔣萬安表示講，這8位風台呢，伊的暴風圈是25冬來上界大的，佮加上進前這台北市落大水雨，為着要避免風險，所以北北基桃做伙討論，才會做出停班停課的決定。因為之前我有下去過，這個是比較深一點。吳那順下水道清塗門甲風台的整備，台北市長蔣萬安這時也去在海應變中心，8位風台繼續向台灣挖進，暴風圈按算70個半暝吸得落地。不過根據氣象署最新的預報，台北市預測的風雨還未到停班停課的標準，有關宣布停班停課，蔣萬安也親身講原因。面對這一次25年來暴風圈最大的颱風，再加上台北市連日的豪大雨，造成土壤含水量的飽和，也大幅提升了包括山坡地等地方致災的風險。所以昨天我們就宣布，今天停止上班上課。引用8位風體，台北市百貨業者包含台北101、新光三越百貨、萬東百貨、美豐百貨、百達維塔等等的百貨公司攏宣布提早暫停營業一天。百貨集中的信義區、甘那村 ATT 4房有開門營業，另外南港的LaLaport、美麗華百貨也攏正常營業。那天氣很好啊，趕快出來玩一下。要不然禮拜六、禮拜天都會在家裡啊。剛剛問的是這間有開，昨天逛了一下，這也確實很熱鬧啦。對，然後今天就是不一樣的感覺吧。營業場所我們還是希望一樣以確保員工還有所有顧客的安全為最優先考量。新北也咧做預防風台的工作，市長侯友宜佇防災會議強調，今仔日是上重要的備戰時間，也要求土石流監視區、甲發布黃色、紅色警戒的地區，若是符合預防性特例的條件，都要隨撤走。今天下午，尤其在烏來地區、三峽地區以及我們坪林、石碇、深坑，以往在整個撤離上，我們要做到更落實，尤其烏來三峽，我們的土石流崩塌的幾率，有的會超過90%。侯友宜表示，初到宣布停班停課雖然晚半點鐘，不過也完整公布紅線、黃線停車、後方停車、甲土石流監視區等等各項配合的措施，讓民眾有時間來準備。山區甲沿海的區公所嘛，展開防災的準備。記者綜合報道。